必同鬼講拜拜啊！話要聲拜拜。今日同大家講余正義公預造神記。一早呢，豪仔就喺書架嗰度抄咗呢一本余正義公預造神記嘅漫畫俾我。前幾日佢仲喺個廚房嗰度同灶神玩，喺同空氣 say hello， 所以我覺得灶神係有個訊息。咁今日就同大家發佈先呢個余正義公預造神記啦。灶神係好重要嘅護法神嚇，係我哋廚房嘅護法神，就代表我哋嘅衣食啦，代表我哋嘅係啦。如果冇食物，人係會死噶嘛，咁就係佢哋有一個財神嘅功能。同埋好重要呢，佢係一個記錄我哋每日行善同埋行惡嘅護法神，一日都會記錄。咁每年呢，就新年之前呢，我哋送灶神啊嘛，咁就係佢會返天上同上天匯報我哋一年所做嘅善與惡咯。咁係一個好有趣大嘅道家嘅神明嚟嘅。咁又係我哋學佛呢，經常會聽到呢個余正義公預造神嘅故事，所以入門呢都讀呢個係好好嘅。咁呢個漫畫版啊，我有緣係有一日喺中環上環唔記得咗啦。咁就係有請到呢一本漫畫，咁就好好。呢個係定福灶神嘅法相啦，有德能施火，無施可達天。咁係負責保佑我哋廚房嘅安全啦，同埋保佑我哋係有食物唔會餓死。余正義公預造神記。明朝嘉靖年間，江西睇下呢個幾得意啊！糟糕，船走開，沙沙。爹娘，兒啊，你到底去了哪兒？快出來啊！別嚇爹兒。啊，風雨這麼大，兒會不會被人捲入江中吧？阿余夫人呢個，哇！余某共生了9個孩子，現在只剩下一子一女，7個夭折。如今連唯一的第3個兒子也失蹤了，生死不明。我自問平時行善，為何有如此慘的遭遇？天啊，我到底做了什麼業啊？真係余正義公嚟嘅呢個，佢自問呢就行善，咁陣但係呢生咁多個仔都死晒，咁啊余家張夫人。張大夫，內人情況如何？什麼？夫人悲傷過度，損及眼物，恐怕從此失明。佢個太太一個老婆呢，因為傷心過度，生咁多個，死咁多個，眼都盲埋啦，喊到。張大夫余某近年家境都十分困難，能否醫療方面些數先好吧？余夫子即係睇病都冇錢。孩兒丟失至今生死未卜，僅存的女兒又自小得病。如今你眼睛又翳，相公不必自責。孩兒左腳底有2粒黑痣，只要一天不見屍體，以後我們還可以憑此特徵將他們尋回。唉。阿余正義公啊，同阿灶神祈禱啦。灶神爺，如我自問係個讀書人，自問才智過人，又常行善積德，言行並無大過失，為何老天如此不公平？對我這樣的懲罰，天理何在？時光飛逝，在我年過40後，
每年除夕祭祀灶神爺時，我親自都寫一篇疏文禱告灶神，請求代為傳達上天我的慘況。這樣做了幾年，卻也毫無感應。不止如此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多年來，我一直都鬱鬱不得志，空有滿腔抱負，也無一展所長之處。家境越來越困難，前途渺茫，凄慘不已。愚公47歲的歲末當鋪，愚夫子，你這套衣物不值多少錢，我看你就拿回去吧。掌櫃，年關將至，可否通融一下？夫子，你還是拿回去吧，當賣件爛衫啦。良臣啊，我真的無法再借你了。張公後天就是年初一了，我只需要一點碎銀，為家少添點魚肉好過年，你就行方便吧。你錢債未清，恕老夫子無法再借，真係借錢都冇人俾啦。在我最需要幫助時，竟然冇人對我施以援手，這些朋友都白交了。翌日，今夕除夕特寫王疏一旨，祈請灶神爺代小文愚都向上天陳述，愚都少年時就博學多才，18歲中了秀才，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。按常理推測，愚都自小聰慧過人，應該前途無量。但步入壯年後，運勢逆轉，家境極度清貧，每況愈下，只好在私塾教學謀生，養妻活兒。教書之餘，便連同10幾位同學結成文昌社，按文昌帝君陰子文行善積德嘅一本經書啦，教人哋讀呢一本經書行善積德。大家喜識字，文字可以轉載聖言教育，所以應當珍惜。凡印有文字的紙張，沒有用時都應該恭敬焚化，不可以隨意丟棄糟蹋。為傳世經典及佛經不能焚燒，要成日放生。即係余正義公佢就做呢啲善事啦，睇咗嗰本陰子文，戒淫戒殺戒口過，憑此多年行善積德，照理嚟說應該前途一片光明。沒想到家中災禍卻接踵而來，考試前後7次都考不中，名落孫山，生咗9個仔女，4個仔3個女都病到夭折。第3個仔好聰明，左腳下面2粒痣，我哋夫妻對佢痛愛有加，可惜8歲嘅時候外面玩耍而失蹤，從此活人不見，死不見屍，最後僅存的就這個體弱多病的女兒了。接二連三嘅家庭悲劇，更導致夫人喊到眼都盲埋。遇到幾十年嚟都懷才不遇，家境越嚟越困難，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田地了。灶神爺啊，我這些年對你虔誠供奉，為什麼你不保佑我們一家大小？就發啦！灶神爺爛渣，難道非要我逼上絕路不成？相公你別太激動，你這樣說會冒犯灶君爺。喊，唉，算啦。愚都今日都再焚一個黃疏一張，哀求灶君爺向玉帝陳述，願蒼天垂憐，濟救我等，化災為祥，轉禍為福。小文一家感激不盡，叩首謝恩。除夕一個充滿喜慶嘅日子，家家戶戶準備過大年，而我家卻係格外冷清。人哋都豐衣足食，團圓美滿，食完年夜飯，點解我家就咁淒涼呢？我們團圓飯就係僅剩呢啲菜肴。相公，你唔好咁沮喪，經過咁多嘅挫折，我對人生美滿嘅憧憬已經完全破滅。
天無絕人之路，相公你別這樣。我哋再咁樣落去，連食飯都成問題喎。外面風大，老先生若不嫌棄，請到寒舍一座。在下余都字良辰，請教老先生貴姓？我姓張，從遠道而嚟，因聽到你家傳來哀嘆聲，特意地前來慰問。此人眉宇間透出一股非凡氣質，看來非泛泛之輩。余夫子所謂是如此，為何是如此哀愁？一言難盡。跟住係就咁講，一生讀書，行善積德，如今呢，不僅功名無成，仲落得妻兒不全，生咗9個女兒，只剩下1個病女，全部瓜柴。妻子都因為傷心過度盲埋，如今我哋連最基本衣食都快難維持了。過後，愚公又將每年所份嘅喪文呢念俾張公聽。跟住佢話啦，你屋企嘅事其實我一早知啦。余正義，你嘅問題係意惡太重。意惡？你只求外表上面嘅虛名，而且喪文中充滿着怨天尤人嘅詞句，對天地係有幾咁褻瀆，恐怕上天對你嘅懲罰仲不止如此。意惡太重，專務虛名，直接點中愚公30年嚟人生屢遭禍害的病根。聽說冥冥中哪怕係絲毫善行，上天也必記錄在案。我這30年立誓行善，對文昌社的規條一直都遵守奉行，這一切難道都是專務虛名嗎？為了讓你看清楚自己的毛病，我就對你直說了。首先看第一條識字，你的學生和朋友們經常用舊書紙糊窗戶、包東西，甚至拿來擦桌子，往往在用完後你才說字紙不應隨意丟棄或沾污，應將之恭敬焚化。你每天親眼所見，卻沒事先告誡過一句，只係途中偶爾碰到字紙才拾回來焚化，這不是做給別人看嗎？這有什麼用呢？難道這不是專務虛名嗎？再看第二條放生，文昌社每月放生，你只係隨波逐流，跟着別人轉。余夫子，這初一的放生法會，你是否空參與？好的，放生是好事。余某義不容辭。鄉親們這麼踴躍參與，我身為文昌社夫子不去的話，怎麼好意思？假如別人不去，你也就不做了。其實慈悲心並未由衷發起，你戒殺生嘅是嘴上說說而已，並沒有愛護生命的真實善心。難道放生還不算愛護生命嗎？你家廚房也經常有蝦蟹之類的殘骸，難道他們不是生命嗎？他們在砧板上被殺，在油鍋內被煎炸，難道就沒有痛苦嗎？你是外放生內殺生，戒殺的誓言清淨嗎？他怎麼這麼清楚？再看第3條，戒口過，口過就是妄語兩舌，以喻惡口。你語言敏捷，巧妙，口才了得，聽者往往為你的辯才折服。你說話時也自知有傷口毒，卻在朋友之間說笑習慣了，常隨意冷嘲熱諷，無法克制。舌鋒就像刀鋒一樣，語言尖酸刻薄，時時觸怒天地鬼神。你每天所犯的口過不知有多少，你不但不反省，還以厚道自居。你這是欺騙誰？
難道你能欺騙上天嗎？你無話可說了吧？再看第4條，皆邪淫。你雖無邪淫之時，卻有邪淫之心。見人女子貌美，就目不轉睛的盯着，心神蕩漾，無法排遣，只不過是沒有邪的姻緣湊合而已。你反省一下，若身臨其境，美女投懷送抱，你還能把持得住，坐懷不亂嗎？而你竟自誇終身沒有邪色，可對得住天地鬼神，這是真正的妄語。這是什麼回事？怎麼可能？他怎麼會連隱藏在我心裏深處的意念也一清二楚？你發誓遵守的規條尚且做得如此不堪，何況其他？你每年所焚的疏文都已經原原本本稟報到天上，天帝特命日由使者觀察你的善惡行為，可是多年來你卻沒有一件真實善行可記。他怎麼會知道？難道他是？只見你私居獨處時，心中滿是嫉妒心，抬高自己鄙視他人之念、淫念、恩仇報復念、貪念，呢個唔知咩偏急念，憶往其來念。這些惡念多得無法計算，種種的惡念在你心中已堅牢成性，上天記錄已很多，日後對你的懲罰恐怕會更嚴厲，還不至於此呢。你避禍都來不及，還希求什麼福報啊？張公，你對我內心幽微的惡念都了如指掌，處得如無地自容啊！這30年來，原來一直都在自欺欺人，不懂因果之可怕，愚昧無知，自己的意惡這麼重，竟然察覺不到，還自以為好人沒好報。我竟然沒找出自己的病根，只會一味地怨天尤人。原來我是無知，導致了這30年來淒慘的境遇。你既知冥冥之中的事，必定是神仙，請你救救我吧。你讀聖賢書，明白道理，也知道以善為樂。當你聽到勸善之語，內心也很激動，見人行善，內心也深受鼓舞，也想做好人。但你無病，事情一過就忘，信根不深，恒心也不穩固，因此你30年的善言善行落於表面，沒有一件事真正落實，而且你內心充滿了種種意惡起伏纏綿。你內心如此惡劣，還祈求上天為你降福，好比種了滿地的荊棘，卻期盼得到豐收的果實，豈不荒謬？你從今以後，凡有貪淫苛刻等惡念，見他生起就要馬上消滅得乾乾淨淨。一個念頭，只你會善的一邊，行善不求回報，不求虛名。事情不論大小難易，都盡力全力去做。沒能力的行善，內心也要隨喜，讓自己的善心圓滿。第一，要忍耐心。行善偶爾會遇到障礙，不能忍辱就無法完成。第二，還有永遠心。無論順逆境，必須持之以恆，切記不可以懶惰，不可以自欺。若能堅持下去，日久攻心，自有意想不到的效驗。你家對我侍奉得十分虔誠，為了答謝你，我特意傳達這番道理，要你好自為之。努力奉持，還可挽回天意。且慢啊！難道你是灶神？真是灶神顯靈啊！翌辰大年初一，
小民今禮拜天地立誓痛改前非廣，行善事為表決心，今改號為正義道人，以答謝灶君爺再造之恩。剛開始改過時，心中妄念紛飛，滿布懷疑懶惰，進進退退，時日飛逝，並無太多躍進。弟子余正義今於菩薩前立誓，今後必定努力精進，善念真純。如果還是寬恕自己，我就讓我永墮地獄。我每天虔誠念誦觀世音菩薩尊號100聲，以求菩薩加持。從此我的一言一行，每一個念頭，皆如鬼神在旁，不敢絲毫放肆欺瞞。凡是能利人的事，不論大小，忙閒別人不知道力量夠不夠，我都樂意去做，一直做到成就為止。隨緣方便，廣泛地積累陰德，有機會時都會勸導大家要安分守己、勤學、謙虛、忍辱，以及弘揚因果報應之時。每一個月尾我都記下一個月的所行所言，並寫成疏文向灶神報告。我這樣持之以恆，我徹底改變了自己。動則萬善相隨，靜則一念不生。3年後的萬曆2年，我50歲那年，國家舉行會考，主考官是當朝首富張綱陵。考完試後，他想在同鄉中為孩子找一位好老師。一向潦倒不得志的我，自誠心改過向善後。今天命運起了大幅度的轉變，竟獲得大家一致推薦，最後被首富邀請帶着全家人入京，成為其公子的老師。不久後，張首富敬重愚公的道德學問，便替他報名入了國子監，當時的國立大學。2年後，愚公鄉試中舉，次年又中了進士，古時最高的學位。一天，愚公去拜會老太監，夫子你高中進士，真是可喜可賀。愚都命運坎坷，幸得張首富提拔，才有這麼微薄的成績。後學能走到今天，全是首富賜予的恩惠啊！受人恩惠，念念不忘，夫子果然名不虛傳。公公過獎了，後學實在不敢當。爹爹，孩兒拜見乾爹。好乖，快拜見愚夫子，拜見愚夫子。好好。公公，你的孩子都十分乖巧啊，呵呵。他們都是我從各地找回來的樣子，為了老年有個依靠。哦，是的。怎麼對這孩子竟有股似曾相識的感覺？夫子，其實我今天邀請你來是為了夫子，你怎麼了？有什麼事？後學失禮了，請公公見諒。公公能否讓後學和這一孩子交談一會？好的，請你自便。孩子，你今年幾歲了？夫子，我今年16歲了。哦，你是否記得家鄉在哪裏？我是江右人。8歲在外玩耍時，因誤上別人的糧船，與家人失散而離開了家鄉。後來為楊公公所收留。那你還記得你姓氏以及家鄉的事情嗎？我老家靠近碼頭，父母都十分痛惜我。我還依稀記得有4個兄弟4個姊妹，
但大都死了，只剩下我和一個姐姐。公公後學有一個兒子幼年時失蹤了，情況與公子一模一樣。那個孩子左腳板有兩顆痣，能否請公子把鞋脫下以作辨認？好，孩子你就照做。真係有兩粒痣，你真是我的兒子呀，爹！蒼天長眼啊！兒子，這些年來爹娘天天都苦念着你啊，怎麼會如此巧合呢？真是天意啊！難得你們父子團聚，孩子你就隨夫子回去享天倫之樂吧。孩子叩謝契爹成全。夫人啊，你猜我把誰帶回來了？你是孩子不孝養，母親傷透了心，哭瞎眼。你是我的孩子嗎？是的，娘。孩子啊，娘好想你。娘，孩子永遠也不願再離開你了。乖孩子，我的乖孩子，娘也想你，想到頭髮也白了，眼也黑了。娘，你的眼睛都哭出血了。夫人，我沒事。娘，孩子不孝讓你受苦了。兒子感動至心，孝順的抱着母親的臉，用舌頭舔着母親的眼睛。啊，正義，我能看見你們了。夫人娘，沒想到有生之年還能看到你們，我雙眼復明了。我們的女兒會叫娘。夫人，你聽到了嗎？是的，真是奇蹟。體弱多病嘅女都識叫阿媽啦。姐，女兒啊，我們今天能聚家一家團聚，全靠灶君慈悲點化。灶君真是我們的再生父母，對我們有再造之恩啊！改過遷善之報不可思議，所謂佛事門中有求必應，心有至誠必有所感。無論多悲苦的命運，只要念頭一轉，也有轉好的一天。愚公悲喜交集，從此辭官歸鄉，將首富厚贈愚公，以答謝他教子之德。愚公回鄉後比以前更積極，他的兒子成家後連生七子，個個孝順無比，書香門第，各有成就。同鄉晚輩羅征先生寫下愚正義公愚造臣以及改過之事，以此教導勸誡子孫。愚公晚年健康長壽，享年88歲。人人都說愚公的命運完全改變過來了，這都是他行善所感得的美報。而其一生改過積德、轉變命運之事，也為世人所廣傳。係啦，原文係古文嚟嘅，咁就係咧，古文都冇咁多人中意聽，所以就分享呢個漫畫版啦。係啊，豪仔今日同大家分享漫畫《愚正義公愚造臣》，就係我哋佛門入門必讀。一個愚正義公愚造臣同埋一個了凡四訓都係類似，就教人哋行善積德咧，係可以改變命運嘅，篤信因果咁啊。好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功德回向，弟子林太陽願以此所發布施嘅功德回向俾當方有緣法界嘅眾生，包括定福造神、契爺齊天大聖孫悟空、靈狐大仙、現居地子地基主、臨門歷代祖先、當方城隍土地，願佢哋以此功德增加靈力，繼續多行善事，護持正法，
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，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，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。